今来看婚林的农民哦，有真侪人拢翘倒摆，后壁是挂放啊车来载菜色，这是真危险哦。警方嘛表示讲，这款违规的状况是当罚600块，嘛呼吁农民都爱来了解载菜色相关的规定。农民骑奥多摆，后壁佮拖3台车，规个人摇摇摆摆，看到心会惊。有民众最近经过婚林西犁到启东主要道路，甲安尼画面翕落来，连在地农民拢讲，确实真危险。你个从拖车就好啊，等我到时爱掠足大，啊你拖3台嘛，等于你长度较长，就是到大嘛爱掠较大，啊有人是较会倒落啊。有在地农民表示讲，西犁、利润甲启东主要是种菜的生活，不少农民为着方便会拖车甲这些菜再去市场买，通常因为安全就加拖一台。不过警察表示讲，像安尼用奥多摆拖车载菜色是已经违法。应依规定载运物品，影片中妇女骑乘机车违规互挂3辆小板车。除以造成骑乘过程中不稳定而发生交通事故外，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31条第5项，机车负载物品不依规定，最高可处驾驶人600元罚款。警察表示讲，若要用奥多摆载物件，细只的袂当超过20公斤，普通的袂当超过50公斤，也重型的袂当超过80公斤，而且车尾部分对后轮开始算袂当超过半公尺。呼吁农民若要骑奥多摆载菜色，就要合规定，才袂造成交通意外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